12月初3是国际身心障碍者日，今仔日就这障碍者和民间团体伫咧行政院门口表达诉求，因希望政府会当修订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，互因会当和一般人同款有尊严、有选择，避免类似中教杀人这款的代志搁再发生。制度不健全，没有自主权。 2023年发生一件长照的悲剧，有一位妈妈长期照顾伊小儿麻痹的囝照顾50外冬，伊烦恼家己年岁大，可能无法度搁继续照顾到真久，所以就甲因囝翕死。有心障者讲，看到这款新闻是感觉真恐怖，嘛无希望这款的悲剧又搁发生。面临教育系统、社区支持的缺乏与断裂时，所有的责任通通都转嫁到个人与家庭上面。 长照杀人的新闻事件当中，我们感到深深的恐惧。下一个被剥夺生命的人，是不是就是我们？这些制度没有办法接住身边的人的时候，障碍青年、障碍者就要被判下死刑吗？ 身心障碍联盟表示，因和一般人同款，应该要有尊严、有选择权，不应该受到歧视甲差别对待，这是上基本的心中人权。因也要求政府就要修订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，互因会当有更较方便、更较友善的环境，也会当莫受到歧视。 我们常用的台铁，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了，就是申请斜坡服务，常常记错时间，或者是把放错地方。那各地在新建的建筑物或者是公共设施，也非常缺乏无障碍，障碍者要去看戏、要去运动，仍然充满着歧视跟阻碍。 那也更不用说，我们要就学、就业，或者是从事各项的社会活动，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排除。身心障碍者和民团表示，希望台湾会当像日本和国际国家同款，支持障碍者伫社区生活的权利，也有专法会当保障。这也强调，不是请求，是上基本的要求。记者陈心彤、张俊佑台北报道。